今天是2004年12月多少？29号。藏文课是第18次，心经是第3次。今天到了心经的关键时刻，今天这句理解好了，心经的核心就理解好了，前后都就好办了，就是今天这一句要理解好。这是心经的核心。咱们先把前边学过的读一遍啊，从头来啊。嘎嘎盖度，卡嘎巴蒂，布拉吉尼巴拉，布拉吉尼巴拉，米达黑德亚，铁盖度。Jomden dema谢热给怕热度清白宁波。咱们慢一点读，发音读清楚就行啊。盘波记过Jomden dema谢热给怕热度清白啦。掐菜了。底盖打给贴吧，体技呢，Jomden de，给别克呢，掐别碰别热了，给龙给紧蹲，给龙给紧蹲清煲汤，强求3杯。紧蹲清煲汤，特技读修的，推测Jomden de，什么能瓦些恰位，却给南张给丁爱进了，娘把修索，杨推测。强求3把清波，啪啪见热西往求，谢热给怕热度清吧，什么借把你了，南把大姓，这个大原来前边有一个爬，你们都去掉了哈。上一次咱们说了，这个前面这个盘，去掉，对，因为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那个藏文大藏经，它版本跟德谪版不一样，德谪版准确，它这个是错的。这个地方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是现在时，它这个带一带爬成了未来时了，是不对的。后边的是未来时是对的，后边因为未来时带有应该如何的意思。所以后边观音教给别人说你应该这样看，应该用未来时。横波阿波忒大了。横波阿波忒大了样。让心给。东巴日南巴日大。体内。桑给给退。菜汤单吧，夏日皮，强求3把清包，啪啪见热西往求了，底盖见麦索，热给普安，热给普木，扛拉拉，谢热给怕热度清吧。什么绝把戒把儿，对把提，其他乐把儿掐，提盖戒麦把汤，强求3把清包，啪啪见热西往求给。菜汤单把夏日菜汤单把夏日
德瓦蒂普拉，迪盖杰麦索，夏瑞普，瑞给普阿姆，瑞给普木，康拉拉，谢热给帕热都亲吧，色猫，这个地方多一个啊，原来哈，猫后边，哎，对，没这个啊，这是我忘了我是怎么搞的了。色猫绝巴儿戒巴儿，对吧？忒，底达儿南巴儿大瓦儿掐的。哎，你看他这个搭是未来时，就是应当这样看，后边掐也是未来时，未来时配合未来时，哎，这就对了。这个的是一个冒号，就是说应当这样来看，下边就是应该这样看。彭波阿波忒大量，让心给，东巴儿南巴儿，养大巴儿结束到，苏东宝，东巴尼苏所，苏来东巴尼先马银，东巴尼来讲，苏先马银喏，忒新度，搓瓦汤，杜谢汤，杜戒汤，南巴谢巴南，东宝，夏瑞普啊，下边是新课了。前头啊，那个补充说明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开始说给龙给给吨，那个吨，你们往回找啊，给龙给给吨那个吨。第三行最后。对，你们自己找到第三行最后呢啊。这个吨呢，我又查了一下字典，它是准确的意思是这样的，它这个做动词讲呢是希望的意思，做动词讲就是一个意思，希望。做名词讲呢是这个主要是欲望的意思，这是一个意思。还有第二个意思呢是商讨、开会、策划、出主意、计划，就是商量、商讨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取的是这个商讨的意思。这样的话，给龙是比丘，比丘的点吨，给是善，吨是商讨，就是说善意商讨为和僧，就是僧团的意思。那个吨度说那个现前在面前那个吨呢是前家字是马沃，这个前家字是啊，不一样。这是一个。刚才还看到这个刚才还看到就是那个夏瑞普的名字，夏瑞普的名字那个就是夏拉德瓦，这个达呢因为是在跟在后边，他读了这个不送气，下边那个小三角是俄素是娃，本来是那个字母娃的一个那个代表符号，所以呢读德瓦。别的还有这个，就是我有时候讲啊，有时候忘了没讲到的，你们那个提醒一下。好，那咱们就开始讲今天的。今天咱们说了啊，今天这一句话是这个理解心经的核心，心经的关键。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就算心经的意思呢，就算这个听明白了。先读一下啊，夏瑞普。提大卫呢？先解释这两句啊。夏瑞普这是咱们学过的了啊，就这个不用解释了。提大卫呢？提是那，这个大是那个看。这个看呢，有这个就是就是好像样子的意思。提大呢就是那样。忒大瓦是像那样，忒大瓦是像那样，像那样，如同那样。如果是那样的话，
反正就是现在话里头就是这么个意思。加上一个撒，就好像这个成了，这是个句格，就是由此，由于此，由于上边那些原因，由于上边我说的那样的一些根据，拿是如果，拿是假设，就是说如果根据上边说的那些根据，我们就可以得出后边的结论。所以这个最简单的这个译法可以译成因此。忒大卫呢就是复杂的说就是如果根据上边所有说的那些作为理由，下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所以呢简单的译可以译因此，或者也可以译所以，就是得出一个结论来。这是很常用的一个词。说观音这个前边啊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舍利子问说应该怎么修行智慧慧度呢？观音说你应该如实的看见五蕴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然后观音又分别把五蕴说色呢就是空的，空的呢就是色。色跟空是一回事，说色就等于说色没有，就等于说色是空的。如果你要说色是有的，那就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是真正的看，不是如实的看，你就是颠倒的看，是这个就是受骗上当的看了就。然后又像色那样是受想行识呢都是空的。观音讲了这些之后呢，说什么呢？夏利普现在根据上边所说的那个，就是五蕴都是空的，色是空的，受想行识都是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因此注意下边这是心经的核心。却他们戒，却他们戒，东巴尼的，东巴尼的，参逆没吧，参逆没吧。心经的核心就是这句话，咱们现在就来好好的理解一下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却好理解是法，法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一切事物，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这个事呢这个物好理解，物一般人就理解是物质，就是东西。事呢是指的现象，就是我们想到的一些东西我们能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是它不是物质，不是实际存在的那个，就是唯物主义者承认的那种实际存在，不是那种实际存在，是比如说一种想法，一种现象，好像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主要是指那个精神现象，就是我们抽象出来的一些概念东西，这个事物，就是宇宙间存在的一切存在就都是法。然后他们戒是一切，全部所有，就是一切法，世界上的一切，这个一切法实际上包含这个实际存在的，也包含不实际存在的，就是包含虚幻的，只要是有现象。你比如说一个人说了一个假话，我们凭空想象出一种编了一种就是不存在的这个现象，一种不存在的东西，都算到一切法里头。这个就是所有你能够见闻觉知听想象到听到的都算一切法一切法注意东巴就是空，一切法呢都是空的，一切法都是空的。咱们这个给它拆的细细的来解释一切法都是空的。你上节课我说过，总结了4个字，什么意思呢？仅指本身，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说的就是他自己，说的就是他本身，说的就是他那个就是自个儿，就是不是说他之外的东西，是说的他的那个本色、本质、本性、本体，就强调的是这个。说一切法是空的，然后加一个你呢，就是说这个空的那个一切法是空的，那个空的那个本体、本质、自身、本身，这个空的本身不是空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这个你经常被翻为什么经常被翻为性，就是
空性，这个地方就可以译成空性了，说一切法的空性，一切法空的性质。为什么把它译成性呢？因为性啊是一般来说性是不变的，相可以变，相可以变化，性是不变的，性质是不变的，变了就不叫它的性质了。不变的是它的本色，是它的本体，是它的本质。所以呢，你就是说你就是指的它本质、本性、本体、本身，这个呢不变。所以呢，你经常就被翻为性。一切法是空的这样的那个本性，这样的本质，这样的真理，这样的性质，或者是说你这个怎么组合都行，或者你说一切法的空性，就是一切法是空的这样的一种的性质，你怎么说它都是那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台，这个你后边这个台呢，那个周老师说了，这个呢不是它。不是指的说那个空性啊，就指的那个空性，不是代词，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跟前边那个我们说那个经常那个呆加冒号那个，就是撒哒哒，撒下边加一个哒，然后上边加一个枕波，那个就是呆。呆是一个什么呢？停顿，是一个冒号，或者是一个逗号，就是说下边是我要叙述的东西，冒号。这个地方呢也是那个呆，是因为它后边是那个塔，所以它跟了一个台，不跟那个呆。这个呢也是个冒号的这个作用。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一切法空的这个性质啊是怎么回事呢？我下边来说，下边我就要讲一切法的空性是怎么回事，我就要来描写。你看这个为什么说根据前头就能总结出说忒大问那一切法空呢？因为前边说了五蕴皆空，五蕴是代表物质精神现象整个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现象的，所以五蕴要是皆空了呢，那就是一切法空。这就是换了一个词儿，五蕴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五蕴。所以呢，前边受想行识都空了之后，因此一切法空，这就是一个真理，这就是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呢，观音要反复的讲，要反复的分析，要详细的讲。现在呢，先来一句总说，就是说一切法的空性是什么样的呢？下边第一句是关键，参逆没吧，参逆没吧，很简单，四个词儿，咱们现在要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先说后边这个没吧，好办，没就是没有，吧就是动词的一个这个名词化，就是就是说成完整的一个词，就是说没有什么呢？前边这个东西没有，前边这个参逆没有。现在关键就是来理解这个参逆是个什么东西。第一个词儿参，参是什么呢？参是名字的敬语，名起的这个名字，名的敬语。这个名呢，因为咱们这个中观唯识都讲了，这个一切有都是名言有，一切有都是名。说为什么一切有都是名呢？说这个名啊，实际上是分两种，一种呢叫表意名言，表现的表，意义的第二个那个义字儿，就是一个插一个点儿，表意名言。表意名言指的是什么呢？语言，我们说的话。名言一共有两种，第一种叫表意名言，名言是我们说表意名言是我们说的话，我们说的话它可以代表某一种意思，那就叫意，它表达一个意思，所以说它能够表达某一种意思的名言，这是语言，我们说的话。第二种名言呢叫显境名言，显示的显，境界的境。显境名言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里头也包括法，包括一部分法，因为那个法意识的这个对象啊，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咱们说的话，就是语言，另一部分呢是在意识里头它回忆那个色声香味触，组成一些图像啊什么，那个属于法的另一部分。所以显境名言指的是什么呢？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跟法的一部分呢，就实际上就是色声香味触。
因为法的那一部分还是回忆色声香味触，所以说显境名言就是色声香味触。为什么色声香味触叫显境名言呢？就是他们能把我们语言所指的那个意，所指的那个境界呀，能用色声香味触给你描绘出来，能显示出来。比如说我说某某某，我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我思想上立刻呢就显出一个境界来，就是显出那个人的这个相貌来，个子呀面貌啊。你想这个人的相貌他靠什么显示呢？他就靠色声香味触，无非是他是什么颜色，然后他说话的声音，他的味道，他的气味，还有他这个触，你跟他接触，你的感觉，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是显境名言。为什么把这个色声香味触也叫做名言呢？因为颜色是视觉语言，它也是语言，声音是听觉语言，都是语言。所以呢，一切有都是名言有。名言有分两种，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语言所指的那个显境，就是境界。境界呢也是名言，只不过是它是用这个颜色做语言，用这个声音做语言罢了。所以这个参呐，这个名啊，也经常被翻为象，一个木头的木，右边一个眼目的目，象。这个参经常被翻为象，这咱们就理解为什么名字被翻为象，因为呢，所有的名都是有象的。你看语言你说出来是声音像，写在黑板上，写在书上是这个颜色像，这个色声香味触呢，那更是像了。所以所有的名言呢都是像，所以这个参呢，它是名字的敬语，但是它经常被译为像，因为一切名言都是有像的。这是参解释完了，下边解释拟。拟刚才也解释了，说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仅指本身，就是说前边那个本身，就是说名字本身，说的就是名字本身。这个咱们说了啊，强调它本身呐，是强调它的本质，强调它的实质，强调它的自性，就是不变的那个性质，也就是它一个东西之所以存在，它必须有自己一点这个本身呐，它得有本体啊，它才能存在。所以这个拟就是指的它那个本身，就是指它不变的那点东西。所以呢，它被译为性。这样的话，这个词儿在藏文里头被译为什么呢？译为性相，就是一个东西它自性的那个相貌。性相，一个东西它的自身、自性、本质、本性的样子。参拟在藏文里头译作性相，就是它的自性的相貌。这个文字上的这个就是这个两个参拟两个文字上的解释完了，下边开始分析它的实质意义。说究竟这个参拟指的什么呢？在藏文词典上举了一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它指的什么了。说什么东西是这个东西的自性啊？什么东西是它的本质啊？什么东西是它的本身呐？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这个柱子，就是这个在屋里头支这个梁的那个柱子呀。他说这个柱子这是一个名，是吧？这个柱子的自性，这个柱子的本身，这个柱子的性相是什么呢？他说是4个字：能托屋梁，能托起屋子的大梁。他说这是柱子的性相。现在咱们就开始这个分析了啊。描写一个事物至少要有3个因素，一个是这个事物的名字，一个是这个事物的定义，咱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啊，一个是这个事物的名字，你描写一个事物，你首先得告诉说你描写什么呀？你得把它名先确定了，确定了名之后呢，人们就会问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啊？你得给它一个定义，说这是一种什么东西。然后有了名字跟定义之后呢，还需要一个具体的那个东西，就叫事相。事情的事，相貌的相，还是这个相。
这样的话呢，藏文里头他说描述一个事物要有3个东西至少，第一个叫名相，就是它的名字的样子，名相；第二个叫性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实际就是它的定义，性相就是一个东西的定义；第3个事相，事相是什么呢？就是具体的东西，具体这个名字跟这个定义具体指的是他从那个他肯定指经常指一批东西，但是呢事项就是什么呢？你给指一个具体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拿这个柱子做例子来对一下号，说柱子这2个字，我说柱子的这2个声音，这是这个柱子的名相，这是它的名字。说柱子的性相是什么呢？也就等于说问柱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它的自性是什么呢？它的自性就是能托屋梁，能把梁顶起来的一种东西，那就叫柱子，这就是它的本质。说什么叫柱子呀？柱子的本质，它的这个本身就是能托屋梁的一种东西，一种作用。凡是能托起屋梁来的这个东西呢，这就叫柱子，不管它是什么材料、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然后势力呢，就随便指一个那个，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房子没有柱子了，像到寺里头那柱子多的是，里外都有柱子。你随便指一个，说这个，比如说他那个藏文词典上举的例子是叫旃檀柱，就是说这个柱子是旃檀木做的，旃檀柱，它具体指了一个柱子。咱们也可以随便指一个这个石头柱子啊，这个什么铁柱子、钢柱子啊，都可以，就是具体事例，这是描写一个事物有这么3个东西。现在咱们就来讲下边了，没吧，就是参逆没有是什么意思？把这个理解通了，一切法就空掉了。咱们现在先来讲说这个参逆这个定义没之前呢，咱们先讲一下这个名跟事。这个听通了呀，连唯识的那个4寻思4如是智都全通了。所以这个佛法呀，到处都是相通的。你看现在名，这肯定是名了。那个事例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名指的那个义，名指的义是吧？你柱子这是名，你说那个柱子，那就是名指的义嘛，就是名指的境界，名指的义。这你看4寻思头2个就是纯是名跟义的关系。名跟义的第3个4寻思这个第3个是什么呢？是自性。什么叫自性呢？就是参逆，就是参逆，就是它的定义。一个给一个名下的定义，就是它的自性。你比如说柱子它的自性是什么呀？它的自性就是能托屋梁。它的自性就是它的本质就是能托屋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用什么材料，你只要把这个梁一托起来，这就叫柱子。这是它不变的本质。就说这个柱子颜色可以变，这个材料可以变，是这个长短粗细你都可以变，但是呢，能托屋梁的这个性质不能变，因为这是它的本质。什么叫本质？什么叫自性？什么叫本性？什么叫本色？这就叫本色，不变为性。它的自性是不变的。你看这个能托屋梁定义就是那个咱们4寻思里头的自性。差别咱们先不说，因为什么呢？你把自性空了呀，差别好空。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关于自性的一些描写，就是有关于自性的，从自性里头抽象出来的一些附属的特征，这个东西跟其他东西的关系，它放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起什么作用，什么那些都是关于这个自性的描写，那个好空。难空的是前3个。现在咱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空，因为不空名义的话这参逆不好空。咱们先空名。这个说名字是不是有？名字是不是有？这个可以肯定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名字呀是人们给硬安利上的，名字是人们硬起的。那个藏文里头那个起名的叫
他就叫硬起名，就叫这个就是假案例，那个他直接就叫假案例。名字呢，这个安慧那个在唯识三说论说得好，他说这个什么叫假案例，什么叫起名呢？他说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你硬给他加一个名字，硬给他说这就是他的名字，哎，硬给他多出来一个东西。本来他们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名字的，我们人呢就应用语言给他硬盖上一个，硬加上一个，这叫硬加，这叫假例，就是我们就给他编一个记号，就好像你一进医院说先挂一个号，到时候一叫多少号多少号，你就成了那个号了。其实你跟那个数字啊一点关系没有，但是暂时呢他就让它代表你，就是人们硬给俺的。所以名字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名字只存在在什么呢？只存在在人的脑子里，不是说脑子里好像成了一种物质了。名字只存在人的想象当中，名字只存在在人的想象。如果没有人的想象，世界上就没有名字。这个今天啊，咱们要把这个比较系统的这个道理整个讲一遍，你们来这个要跟着这个仔细来思索。虽然很浓缩，但是这确实是整个佛教道理的核心。心经是经的核心，这句话是心经的核心。咱们现在讲的道理就是要讲这个整个佛经的核心，就是一切法空。今天就要把它空掉。说名字只存在人们的想象当中，换句话说，名字纯粹是人们的一种妄想。如果人们不去想象，就世界上就没有名字。你去找，如果人停止想象的时候，你去找名字。你比如说你放一个录音，一个声音，它叫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声音是名字吗？没有人去听那个声音，没有人想象，没有人说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哎，根本就那个声音就是声音，就是一个空气的震动，根本就不是名字。你把这个名字印在纸上，它是油墨，它也是不是名字。你拿粉笔写在黑板上，它是粉末，它也不是名字。必须得有一个人去妄想，有一个人去辩记，一看，哦，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时候他才被叫做名字，但是他实际还不是名字。那个声音，那个粉笔墨还不是名字，只是这个人产生了一个妄想。这个人妄想什么呢？说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说名字仅仅是人们的一个妄想。人们如果不妄想，世界上根本没有名字。这第一步，先把名字空掉，就是说名字在世界上根本没有。说只有人们的一种误会，一种误解，说在他的这个想象当中啊，他说哎有名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妄想，是一种颠倒解。因为世界上实际没有名字，你非说它有名字，那就是只是你说，你认为。你不能认为说我说它是名字，他也说是名字，那个也说，有很多人都说是名，很多人都说一句假话，不能变成真话。所以说呢，名字是没有的。一切法的空性里头，一切法的本质里头是不存在名字的。名字只存在人们的妄想当中，只存在人们的想象当中，只存在人们的错误的认识当中。你说有名字，你本身这就是一句假话，就是一句假案例，就是一句妄想，就是一句你假案例就是妄想嘛。这是第一步，没有名字。第二步，没有名字，这个说那没有名字，实际上那个柱子在那呀，那个实际指的那个意在那呀。咱们再来想啊，现在看那个柱子是不是在那儿有一个柱子？凡是说有一个柱子的人，我们就可以问他，你看见那个柱子了还是摸着那个柱子了？他说我看见了，那不是在那儿吗？错了，你并没有看见一个柱子，你仅仅看见了颜色。如果那个地方挂一个大照片，就是一个柱子大照片，你那个猛一看哈，你不知道那是照片，你也认为我看见一个柱子了，你就说错了。你为什么会说错呢？证明你的眼睛看不见柱子。你如果眼睛能够看到柱子，你就不会说错。证明你眼睛并没有看见柱子，你看见的是颜色。你通过你看到的颜色呢，你来猜测，你来想象，你来推断说那个地方
有一个柱子，可能是有一个柱子，但是你呢还不说可能，你就确定，就根据你的那个经验，你看到这种颜色的反应，你就说那有一个柱子，那是你的判断，你的错误的判断，你并没有看见柱子，你看见的是颜色，你根据你看见的颜色，你来推想猜测，你的推想猜测你就得有根据啊，你的根据在哪里？结果说了半天，你还是根据你看见的颜色，你看见的是颜色，你并没有看见柱子，所以说你说那儿有一个柱子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说我根据颜色来推断，根据颜色推断，它就有可能错误，它就有可能是错的，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呢？你比如说你把照片的一个柱子看成，你说那儿有一个柱子，结果到那一碰一抱不住，那是一张纸，就证明你判断错了，你有错的可能性。所以呢你并没有看见柱子。第二个说敲一敲，我听见柱子了吗？根据咱们前边分析过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声音，声音是你听觉器官跟意识创造的一种翻译你的这个听觉神经信号的一种语言，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声音，所以呢你并没有听见什么声音。说你敲了敲，说我听见声音了，听见声音了是你的大脑创造的语言，是你大脑翻译的，所以那个声音并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你也没有听见柱子。说我闻到它的味道，味道也是你的主观语言，世界上不存在香味、臭味、酸一个是气味啊，香味、臭味，一个是这个舌头尝的味道，就是酸甜苦辣，世界上没有这些东西，世界上没有这个香臭的气味，没有酸甜苦辣这些这个味道，这全是你一个人的主观感觉。就好像没有一个人去妄想就不会有名字，没有一个人去妄想就不会有颜色，没有我们的眼识跟那个意识结合，它来翻译视觉神经信号的话，你眼前才可以显现出颜色来。如果意识不活动，世界上本来是没有颜色的，世界上没有声音的，世界上也没有香味香臭的味道，味道本身不知道自己是香是臭的，这个酸甜苦辣也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东西本身没有那种感觉的，这些感觉全是主观感觉。最后一个触觉，就是说我一抱这个柱子，这个柱子是硬的，它是凉的，我一提起来它是重的，像这些呢全是主观感觉，就是说没有一个意识去就是说产生触觉，产生这些主观感觉。这个柱子本身既不存在轻也不存在重，既不存在凉也不存在热，既不存在硬也不存在软。你既然又没有看见，又没有听见，又没有尝到，又没有这个触到一个真正的柱子，你有什么根据说你那个地方有一个柱子呢？所以说明所指的那个义呀，实际上根本没有，叫心经叫无所得故，就是说你看不见你就是无所得，你也没听见你无所得，你也没抓住它，你抓住的是，你说我一抓，这不是硬邦邦的吗？硬邦邦的那是主观感觉，硬软硬是主观感觉。那个轨道众生他就抱这个柱子不一定是硬的，那只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并不那在一个硬的感觉，那根本不是柱子。柱子的本身你既没看到也没听到也没抓住它，你没有任何根据，所以明指的那个义呀，你根本就没见过，根本就没听到，无所得，你找不到那个义，找不到那个义。说那我看的这个颜色声音什么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些是你的主观语言，还是你的主观感觉，还是我们叫显境名言，就跟你起名字是一样的，只不过说你现在给这个东西起名字呢是用语言起的，你给那个柱子显现它的形象呢是用你的主观感觉来这个把它显现出来的。你人道众生一看这是个柱子，鬼道众生看还不一定是个什么东西了，所以是你的主观语言来描写了一个显境的这个形象。所以呢义就是那个柱子本身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从来没有抓住过，从来没有感觉到过，那个义是根本没有的。
换句话说，你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包括法这些这个显境名言是什么呀？还是名字，还是名言，它是另一种名言。这种名言跟前头那个名言的区别仅仅是什么呢？前头那个名言你要意识分别起来之后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后边这种色声香味触这种语言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已经这个就是这样来这个执着啊，颠倒执着已经习惯了，这个色声香味触这种名言呢，它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动运行机制，就是你在一触到外界的时候呢，它不管外界是什么东西，就按照自己的语言给自动的显示出来了，就在你面前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就显现出这样的声音来，哎，好像就跟是一种客观的这个存在一样，实际上不是客观存在。物理教科书可以告诉你，颜色是主观印象，声音是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全是主观感觉。这个颜色叫视觉，那个声音叫听觉，这个什么味觉、触觉，全是感觉，全是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所有接触到的都是主观感觉，都没有客观的东西。所以说呢，名字是不存在的，名字所指的那个意义呢，你根本就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因为你想象出来的那个不是柱子本身，而是柱子被你接触到之后你产生的一些主观印象，是你的名，哎，是你自动生成的对它的一些名言显境名言的一个描述。而且各道众生不同的，他对这个外界的这个描述的语言不一样，他显现的这个景象就不一样。所以呢，名不存在，意也不存在。说存在的是什么呢？存在的就是在我们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意识的语言。我们现在意识的语言呢，不光包括法，我们把那个色声香味触也叫做意识的语言。为什么叫做意识的语言呢？因为前五识升起的时候啊，它自己不能产生分别。前五识是限量，限量是无分别的。它这个前五识，它要分辨出颜色来，这是什么颜色，必须靠意识来帮助它分辨。所以说呢，色声香味触法全都是意识的语言。所以名跟意都是意识的语言。摄大乘论里头的原话，皆是意言，意识的语言。没有一样客观存在，你没有找到这个世界本质一点点，都是你自己根据你的颠倒妄想的记忆升起的一个这个虚妄的显现。色声香味触法全部是根据你的颠倒记忆，就是咱们叫业力了，根据你的业力升起的一个虚妄显现。我们人道呢就显现这样一个虚妄的这个影像，鬼道众生又显现另外一种虚妄的影像，天道众生又显现另外一种虚妄的影像。各道众生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主观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名跟意都空掉之后，现在来空这个参逆，就是叫性相。性相我们说了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自性，就是它的定义，就是它的本体。当然了，说定义，注意啊，定义呢，说比如说柱子的定义是什么？是能脱无量。这个呢包含两部分，一个是这个语言，说能脱无量这四个字，这叫语言，这叫自性，这也叫自性啊，这叫自性。它呢实际上我们说的时候不是指的它这四个字，我们实际想的是它的意，它这四个字指着一个意。所以在这个性相这儿也有一个名，也有一个意，就是性相的定义变成了名，它也指着一个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能脱无量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这个呢比较难空，如果把这个也空掉，那彻底一切法就空掉了。现在呢就是有很多人还执着说什么呢？说名是空的，那么世界上没有名，名所指的意呢，名是空的，名所指的意啊，也是人这个主观认识的、主观想象的。但是呢，那个作用有，他就认为你就好像说，柱子这个名没有，说这个柱子也没有，说这个反正他也有一些方法来空吧，比如说他说把柱子拆了呀，空劈碎了呀，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他说柱子也没有，但是他说他能把无量托起来的这个作用，你得承认有。
有的人就执着还有一个作用。现在咱们就来，现在心经就告诉你说呀，这个作用没吧，是没有的。道理在哪儿？咱们来想。第一个，很简单一句话，一个法的作用它不属于法吗？作用也是法，说名字是法，义是法，这个东西的作用不是法吗？这个东西作用也是法。一切法无自性，作用就有自性了吗？啊，名没有，义没有，作用就有吗？这个地方牵扯到一个对自性的理解。自性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很多人理解是错的。自性的意思是自身、自体、自相、本身、自己。在中论里头，龙树菩萨说自性即自体，这个定义是没有问题的。你去看那个就是查这个佛学词典那个自性，自性呢，这个霍韬会翻了一个，它叫什么呢？自己的存在，翻得非常准确。现在咱们心经到现在为止讲的所有的相，所有的圣相位处法，全部都是凡夫所知的，凡夫见闻觉知的，不，现在还不涉及这个圣者见到的真实那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到什么地方见呢？到那个究竟涅槃那个地方。你凡夫所知法里面不是也分这个什么缘起，缘起的有非缘起。对对对。它这个缘起的也是一种自己的。对。那个非缘起的也是一种自己。对对对。现在所有讲的色声香味触什么，就是这个一切法这个作用啊，它的范围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法里头假案例的说，假案例为缘起法呀，或者什么，不管那个，就是甚至假案例为这个佛菩萨无上正等正觉涅槃，都是凡是我们凡夫能够看到、听到、感觉到、意识到、想象到的，全部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就是说，那个凡夫知道的那个缘起法，也是自己的存在。对，对，也是这种存在。也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存在。现在呢，我刚才我讲到哪了啊？就讲到什么叫自性。自性呢，霍韬会那个定义翻得非常好，他连英文都写出来了。我读英文不准确了，你们可以自己看那个佛学词典那个英文，就是有存在，就是那个意思。BEING 你们那个懂英文的，你们那个理解的准确啊。这个就是不论它以什么方式，对，只要是存在，只要是存在，包括是就是你凡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包括你连凡夫都认为它是不真实的存在，是虚妄的存在，比如说龟毛兔角、空中花什么这些，包括这些存在。这个所以首先要这个对自性的理解啊要准确。现在多长时间了？还不长，咱们不休息啊，咱们那个接着讲。现在因为分析到最关键的地方了，因为刚才说了名义好空，这个作用难空，现在就要空这个作用。第一个啊，自性，什么叫自性？自性即自体，即自身，即自己啊，这是第一个定义啊。政委来了，我先问你那个英文的 BEING。being。它汉文怎么翻？它就是这个 being 意思很复杂了，它就是表示那个就是它。没事，你现在就那个就说，对，就简单说这个。它应该 be 本来是嘛， be 应该是存在，我觉得。就是存在哈，再说几个相近。存在，它就这个样子，是这个状态，存在着它的有点自信那个意思。好，行了，就要这一点，坐下你得听你的，有没有那带教材？带教材了吗？我带了。好，我们现在正在讲什么？就是什么叫自性，就是一个东西的什么叫自性。现在有很多人有误解，我说这个霍韬会呢翻得非常好，他就把这个英文的意思他翻译成什么呢？叫自己的存在，是很准确的。自性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存在，就是自己本身，就是自体，就是本身。
就是自己。好了，有了这个定义啊，现在咱们刚才讲到哪了？参逆就是说是自性啊。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名义好空，作用难空。现在我们就讲这个说作用有没有自性啊？作用也是有自性的，它也是有自体的。某一种作用，能脱无量是柱子的这个作用，能脱无量的这种作用，它不是一种存在吗？它如果不是一种存在，它是什么都没有，它能把无量托起来吗？它也是一种存在，它也是有自性的。哎，作用也是有自性的。一切法无自性，这个一切法的法呢，是包括作用的。把作用跟名义分离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作用也是一种法，你说作用这种法跟名字那种法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的。所以说呢，第一个把作用空掉的这个方法呢很简单，就是说作用也是法，法也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没有自己，没有自体，没有本身，也就是根本就是没有的。哎，这是大乘佛法说一切法空的本意。你去看600卷大般若从头到尾，哎，每一页你去看，再说什么？就是说五蕴皆空，18界皆空，12因缘皆空，一切法空。你去看龙树的中论、12门论，反反复复从头到尾，有为法空，无为法空，这个我空，一切法空。或者要是表达的准确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虚妄的，全部都是没有的，全部都是空的。参逆，这是第一个空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我们讲过一个这个大乘法的基本道理，叫法无作用。华严经里头，什么叫法无作用？法无作用是这个，就是本质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作用，什么叫作用？作用一定是它的前提先暗含了，先存在两个法。一个法对另一个法，它能够产生影响，这叫作用。没有前提就没有后边。哎，对，你要说什么法都没有，你作用不可能产生作用。哎，它作用是什么？是某一种法对另一种法能够产生影响，能够改变另一种法，这叫作用。这是一个前提。如果用这个前提来分析的话，你刚才说了，名不存在，义不存在。世界上一切名，包括一切名所指的那个义，根本就没有的话，你连法都不能成立，就是法都不能存在，你怎么可能说一个法对另一个法能产生影响，能产生作用呢？所以如果要是一切法无自性的话，你根本法都没有，你作用一定是某一种法能够改变另一种法，这才叫作用。所以呢，你这个前提就找不着了。咱们所以为什么空参逆之前要空名跟义，就是为了告诉你说法根本没有，所以法也没有，作用有，是根本成立不了的。哎，这是又一个破法，就是说作用它的暗含的前提是存在两个法，而且这两个法呢，这个第二个还接着空。即使说就存在两个法，它也产生不了作用。为什么呢？什么叫一个法对一个法产生的作用呢？一个法能够改变另外一个法，这叫作用哈。这个改变呢，必须建立在时间观念上，因为它要改变它嘛。就是说，这个B 法原来是这个样子，我是 A 法，这是 B 法。B 法原来是这个样子，我 A 法一来呢，B 法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至少得两个刹那吧，它得改变样子吧，这叫作用，是吧？这叫作用。哎，所以呢，作用是必须建立在，就是说必须暗含的前提就是说必须有时间，没有时间不能产生作用。比如说拔一刹那有什么作用呢？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就完了，没有作用。哎，作用必须发展改变，哎，必须变化才有作用。一变化就要有时间，至少要有两刹那。如果一有时间的话，咱们就好破了。
时间根本不存在，时间是我们人在意识当中的假安立的一种妄想。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你想象按照这个时间定义啊，时间不可能并行存在两刹那。时间呐，时间只能就是说，如果有时间怎么说呢？时间本身就必须有一定的长度才叫时间，就是你最短的时间也得有一点长度。如果说我这个时间没有长度，那个长度是0，你一刹那再加一刹那再加一刹那，你加无数刹那等于没有长度，还是0，那就没有时间。所以时间的最小单位啊，也得有长度，也得有2刹那。实际上，这个我现在破这个作用啊，就是说有很多人认为说，名是没有的，义是没有的，有作用。现在咱们已经说到第3种方法破了。第一种方法是说的是怎么破的呢？就是说作用也属于法，作用跟名跟义的那种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说没有法无自性，你说作用有自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说作用也没自性，没自性的意思你自己就理解错了。自性的意思就是自体，就是自己的存在。说一个法没有自性，就是说这个法没有自己，没有自体，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指一切法空，而且是毕竟空，彻底空，所以说这个作用呢，它也是无自性的，一切法无自性，作用也是无自性的，这是第一个破，就是它也是没有自己存在的。第二个破就是说，你说作用的存在，实际上是暗含了一个前提，就是说它要先存在2个法，一个法来改变另一个法，这叫做作用。所以呢，它是这个，或者是说法自己也可以作用，其实法自己不能作用，因为凡物不能自作嘛，就是这个。第3个破的方法就是说，作用是建立在时间观念上的，时间是不存在的。现在说到时间是不存在的，这个不要怕重复，这个道理啊是一切法空道理的核心。咱们今天捋一遍，要反复的熏习。为什么时间不存在？因为不可能同时存在2个时间。你想一下这个道理。不可能同时存在2个时间，就是说，你说，前一刹那，咱们现在还用刹那说吧，说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同时存在，或者说现在这一刹那跟过去那一刹那同时存在，不可能的，不可能同时存在2个时间。但是呢，你不存在2个时间呢，时间就不能成立。为什么呢？咱们说了，你最短的时间也得是2个时间，最短的时间你也得有长度，有长度就得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如果你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是没有长度的，你的时间就成立不了。你时间的最小单位必须有一个开头，有一个结束，至少要有2个点。但是实际上呢，在现实当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时间，就是说同时并排存在过去和现在，或者现在跟未来，不可能的。所以说时间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说那我怎么感觉时间存在呢？纯粹是我们人编的，你人随便编，你人编说60分钟算1小时，那是你编的。那如果另外一种人类他说30分钟1小时可以不可以呀？他不用那个，就是你像我们那个现在这个就是用这个就是时间单位啊，用的是什么呀？比如沙漏的时候是用的沙子从上边那个瓶流到下边那个瓶的这个那个时间作为单位哈。我们的这个什么石英钟是用什么做单位？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叫机械表哈，它都是把某一种现象的这个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时间单位可以这个随便规定的，光我们人类现在已经变了好多次了，是不是啊？时间单位那就是纯粹人利用现象来假安立的一种东西，在人脑子里才能成立时间。时间不可能在实际当中存在，这刚才我们分析的，时间不可能存在，时间都是假安立的。你再在时间的这个概念上再来安立作用，你想那个作用还不是假安立的吗？对不对？
时间本身就是人在脑子里头把过去的一些现象呢，这个以某种现象作为这个基本单位来排列起来，说这个呢是走了3个单位，那个走了是10个单位，纯粹是我们人来人为规定的一种这个现象的排列，叫做时间。这时间本来就是假案例的，你作用是在时间的这个理论基础上再来说前一刹那它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它改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你想那还不是我们脑子里假案例的吗？所以说法无作用，这是大乘的一个基本原理。那既然时间没有过去和现在，那为什么有怎么分1小时、2小时？那这怎么说？这就是人可以那个随便规定。我们现在那虽然是可以规定，但是就比如说现在是过了2小时了，算1小时等于算过去，2小时算现在，那这你怎么来说这事呢？就是硬这么说，人们就好像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你爹一起这个名字，行了，人们这就错不了了。就是大家都说的那个时间单位都长短都一样，大家都同一个承认一个那个时间单位就行了，就跟起名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大家觉得这种表不方便，我们现在全世界规定啊，就是另外换一种这个时间单位，那立刻只要大家都通知到都同意，那你谁赶什么点谁赶什么点还是照样赶上，就是这个全是假案例的，完全假案例的，作用是假案例的。过去现在也是假案例的，都是假案例的，没有3世。这样说就是时间是假案例的，空间也是假案例的。说我们现在感觉空间3维，这是我们一种主观感觉，实际上空间并不是3维的，有的动物可能感觉是2维的，有的动物可能感觉4维的、5维的哈。你到另外，这个维数也是我们人类的业报啊，就是感觉3维。那个空间感是脑子里头的一种感觉，空间感。有的人有时候有病了之后会失去空间感，你比如说小脑有平衡感，他有这个觉得什么是水平，可是那个小脑有毛病的人呢，就失去平衡感。像那个疯牛得了疯牛病的那牛啊，他失去平衡感，他老摔跟头，所以那个空间感啊，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那是人的一种主观感觉，跟那个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一样的，空间感也是一个主观感觉。时间空间在这个唯识里头是被列为不相应刑法。不相应，什么叫不相应刑法呢？就是跟心法也不相应，跟色法也不相应，既不能叫做心法，也不能叫做色法，是什么呀？人们抽象出来的一些概念，什么时间空间速度得非得，都是人们抽象的那个抽象出来的那个抽象概念，叫不相应刑法。这个不相应刑法跟那个心法色法谁是谁的前提？那当然是心法色法是前提，然后再然后根据他们那个形象变化，所以再抽象出一些概念，抽象出一些概念来。这个白法呀，唯识说白法并不等于承认有白法，他是先跟大家共许，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有什么呀？咱们先列一列，这是跟众生就是把你们承认的。说有色法好，有色法；有心法，有不相应刑法，先都列到这儿，然后他要一个一个空，到最后白法，你看白法明门论头一开始说二无我，到最后呢，就是原来这都是二我，原来这白法全部都是二我，全部最后都要空掉。大家就要注意一个前提啊，心经啊讲到那个究竟涅槃的时候，开始转入圣者境界。在究竟涅槃之前，所有的一切法全是空的，这个是指的你正涅槃之前，究竟涅槃之前，这叫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都是空的，空的是彻底空，毕竟空，一点都没有。但是圣者所证法呢，你究竟涅槃之后是有的。你看啊，前头说无得亦无非得哈，就是无所得故，这是什么呀？指的凡夫所知法。到后边呢，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不是说无得，怎么后边又得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了呢？证明这个后边这个得跟前边这个无所得的得不是一个法。证明前边无所得的这个得是什么法呢？是凡夫的法，无所得，凡夫的法都是没有的。后边那个得是圣者所证法，那是有的，这是两个法。
就包括说无智亦无德，没有智。我们凡夫就是所有这个智慧啊，一会儿咱们不是一会儿了，咱们讲到那儿也要详细讲为什么说无智。到后边了呢，是菩萨也依般若波罗蜜多，三世诸佛也依般若波罗蜜多。你要是没有般若波罗蜜多，三世诸佛怎么能依他成正的无上正等正觉呢？证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有的。说那儿说无智，这儿怎么又有了智了呢？证明这两个智不是一回事儿。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无智亦无德的智呢，就是指的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智，我们所理解的智，实际上是没有的。后边那个三世诸佛依慧度成佛，那个慧度呢，是圣者所证的智，那个是有的，有，但是我们凡夫看不到、听不到、想象不到，不可思议、不可说。只能你自己就是按照这个修行，最后证到，最后你也有了那个实证那个智，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你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所有想象到的智，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有这么一个区别。记住这个界限，就是前边这个空心经前一半空的这一切法，全是凡夫所知法，或者叫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到后边说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这一涅槃整个变了，又有智又有德。或者说一切法无所得，这才是真的。对了，而且这个藏文心经还那个比咱们汉文心经多一句，咱们是叫这个叫无智亦无德，这段就完了哈。藏文还有一个亦无不得，就是说没有德，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吗？说也不是不得，就是说你要是知道说什么也得不到，这个也没有，就是你凡是凡夫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没有。实际上这就是说什么呀？你不要胡思乱想，那个就是你要证到的那个境界啊，你无法用那个语言描写，无法用你凡夫的意识来思维。这个说的非常彻底，而且这个参逆没吧说的非常好。就现在就参逆没吧，就把这个很多人这个就是现在执着的没有破的一个法给破掉了。咱们刚才讲参逆就是性相，就是定义，就是自性。现在讲到了一切法无自性，参逆这个自性也是没有的，作用也是没有的。作用也是没有的。你看参逆没吧，作用也破掉，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破了一个干干净净。你必须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破得干干净净，彻底毕竟空，彻底破的一点都没有，以无所得故才能究竟涅槃，才能心无挂碍。你只要有一点点所得，你证不了空性。必须彻底空才能证空性。这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参逆没吧和心经和，你真的把这个理解了，你看就等于把刚才咱们说600卷大般若、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经、心经再集中到这一句参逆没吧，说一切法空的这种本身，空的这个本质，空的这个性质，这冒号是什么样子呢？参逆没吧，没有自性，或者没有性相，没有定义。这个性相刚才我也说过是自性的样子，自性的相貌。自性的样子是什么呢？你们刚才说柱子的参逆是这个能脱无量，就是人们很执着这个，就是说你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吧，说没有法，没有名，没有义，那个作用能有啊？咱们接着破。人们说作用是实际存在的呀，还有一个错误前提是什么呢？他认为呢，有作用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错误认识。他认为你那个我吃了能饱，这他认为有作用就是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呢？很简单破。
你拿来一个没有作用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它能起作用就完了。比如说我们做梦，梦见一个大老虎追着你，吓你一身冷汗，摔一个大跟头，醒了。梦里的大老虎存在是实际存在吗？不是实际存在，纯粹是你自己的一个妄想。这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能不能起作用呢？就能起作用。就是说你不能说能起作用的它就是实际存在，这个是不成立的。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完全可以起作用。比如说有人说了一句假话，造了一个谣，那大家一下就恐慌啊！你比如说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比如股市上有人散布谣言是吧？说什么什么公司是怎么产生什么情况了，那立刻就可以起作用。这个不是事实，这是一句空话，但是它就可以起作用。所以能起作用的东西不一定是实际存在。这个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梦的例子最有说服力。你看你梦里头欢喜悲哀，甚至哭出声来，甚至吓出冷汗，吓醒了，折腾的死去活来，梦里的东西全不是实际存在，就是一个影像显现，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你的记忆折腾起来了，在那儿乱想，但是呢完全能起作用。所以说认为有作用的东西一定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就是人们认为说能脱无量，那个柱子能脱无量，那地方一定存在一个东西，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可以什么东西，这个咱们这个话怎么说啊？就是说我们凡夫执着的这样的存在呢，一点都没有的情况下，它就可以显现出那么一个柱子顶着梁的这个幻象来。咱们这儿也再多讲一点吧，说柱子顶梁的这个幻象啊，在这个位置啊，它实际上确实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它确实是有一定存在的。实际上存在什么呢？就是三界唯心，就是只存在心识。世界上三界所有唯是一心，这个华严经里的话大家也都会背。三界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存在就是一个心，这是针对一个众生说的。你感觉是存在那么多法，其实就是你一个心，你一个心的虚妄显现。如果你的心不把这个虚妄显现给破掉，不再升起这个虚幻的显现，你的心证到了真实，这个时候你就会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原来三界为心呐，原来自己也是一颗心，别人也是一颗心，菩萨也是一颗心，佛也是一颗心。原来三界唯是心，只是心。只是这个我们的心呢是染污的，烦恼重重。佛菩萨的心是清净的，非常光明。心佛众生原来三无差别啊，这个世界就所有的有情都是心，只是一个清净染污的差别。就是说世界上是有实际存在的，是我们凡夫现在还没证到的那种实际存在，就是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在那个无量说能脱无量的是什么呀？能脱无量的是心，脱的那个无量也是心。不过这个那个心呐，不是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柱子无量是没有的，这个幻象是有的。说你看到那个三界唯心，那个心是什么样子呀？那个心当然我们现在没法描述了，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这个按照那个经论的意思来推理一下。那个心肯定不是指的我们心脏这个倒桃子似的这个肉团心了，那个心是一种既不是我们现在的物质存在，也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精神存在，它是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存在。它那个存在的样子呢，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那颗心的样子。你比如说咱们就现在就说这个张振伟，就是说你成佛之后，你看张振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是一颗心，他这个心呢分两大部分，大部分他的心是处于这个种子状态，就是记忆，就是没有现行，就是记忆。
但是佛呢能够看到你记忆的那个种子啊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这儿记了一件什么事儿，那儿记了一件什么事儿，他能够看到。然后一小部分成熟的那个记忆呢正在现行，你现在就是人道的业力成熟了，你现在呢就其他天道什么其他五道都没现行，那个种子都处于潜伏状态，但是佛能看到你那个记忆的样子，那个样子实际上还是这样的，还是色声香味触法。你现在现行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梦。佛菩萨可以看到你现在的梦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头正在听心经，也是这样的色声香味触法，你是什么样的显现什么样子，佛就看见你显现的什么样子。但是佛看到你这个显现跟我们什么感觉不一样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显现呢就像真实一样，就像不变一样，桌子就是硬的，墙就是硬的，好像好像是真实的存在一样。佛看到的你这个样子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记忆刹那生灭的一种虚幻显现。佛的那个佛眼呢比我们肉眼强多了。我们肉眼呢，我们没说嘛，我们看电影就看不清，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就以为是连续有一个人在做动作，实际上呢它是每秒钟24个格在走，是24张照片，我们肉眼就笨到这种地步。24个不动的照片放得快了一点，我们人就分不清了，我们人就看成这个有一个人在动了。肉眼很笨的，佛眼啊，你那个种子刹那一生灭了，刹那一生灭了，佛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佛一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在他面前那不是如梦幻泡影，就是梦，就是幻。所以说心经啊，实际上凡夫所知法只是前半截让你空掉，后边圣者所证法是存在的，也给你讲了。心经讲的很全面的。为什么叫心经？那真是精华。你看今天讲到这个等于讲了一句话，咱们再讲一点吧，再讲一点，回头就说老实话，我们学佛学什么？就是学这个核心道理，就是刚才讲的这一段，要反复的琢磨，反复的观想，要自己反复的总结，最后把这个道理啊，就是像刚才你提的问题也是，咱们都把它搞通，都搞通了之后呢，然后你再由薄反约，再来压缩它，这个我想通了放弃，这个想通了放弃，越来越压缩，越来越压缩，最后压缩成一个总持，你自己去总结去。你看我现在总结的就是一切法空，这就是一个总持。我说一切法空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色，我就知道色是空，没有声，没有触，我走在地上没有地球，没有我的脚，那个触那个感觉也没有，那是我一个妄想，我一个这个业力的显现。你要是犯了大罪，立刻呼通就掉下去了，就是那个地球也不是硬的了，完全是你业力的一种虚幻显现，根本就没有地球，没有人，没有就是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什么，你就空吧。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之后啊，你再去读金刚经，再去读这个大品小品般若，再去读600经大般若，痛快的很。你再把唯识的道理三性的道理搞通，你再去读那个楞伽经什么解释密经，痛快的很。所以把心经这个道理搞通了呀，看般若经一路畅通，你就知道佛说的这个真正的意思了。咱们再来一点啊，再把刚才这个读一遍啊。却他们界东巴尼的参逆没吧马盖吧莽嘎吧一点点来吧。马盖吧，这个盖就是生，这个生灭的生，生出来的生，原来没有，生出来一个，地上原来没有苗，生出来了，原来没有孩子，生出来了，原来是无，现在已经生出来了，这叫这个生。它还有一个意思是长，那个生长两个意思都有，就是植物从小长到大了，它也用这个盖，生长两个意思。说一切法是空的，这个本身这个状态
它第一个它没有能相啊，不是这是韩老的译法了，因为定义叫能相嘛，定义是能定义，那个定义的那个东西是所定义，它叫能相。这个没有性相，一切法的空性里头啊没有性相，没有定义。注意啊，没有定义的意思就是没有作用，就是你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自性。哎，最准确的说没有自性。这个性相，刚才我们说对比四寻思里头，就是名名相代表那个对应我们那个名，事相代表我们那个义，是性相代表我们那个自性，自性跟它的义一块算，哎。就是定义跟他所指的那个定义所指的那个意境一块算，全部都是没有的，没有定义，没有作用。然后连定义都没有，没有名，没有事，没有这个性相，那就是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哈。所以呢，马基巴就是在这个一切法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真理当中，这个空的这个状态本身当中呢，马基巴就是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出来，里头是空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变化，没有相，这个里头是没有相的。那个参尼没把啊，这儿也把玄奘法师那个译的那个讲一下。玄奘法师这句话翻的是说是诸法空相，这个是这的意思，说这一切法的空相，这个空相呢这就是理解了。如果纯粹从汉语理解，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是说这一切法空的样子，哎，是什么样？后边就说不生不灭，这就是描写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样子，就是在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样子里头，或者咱们用那句话理解，有一句话叫实相无相，这个也好，就是说什么？一切法空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样子。里头没有任何样子，你一有样子就是摄生相为处，你一有样子它就要这个发展变化，哎，就成有为法了。实际上一切法空性空相是无为法，它里头是没有相的，实相无相，真相无相。所以玄奘法师说是诸法空相，就可以理解成这一切法的空性也可以，这一切法空的样子也可以，也是一个冒号，后边就是不生不灭。现在咱们接着讲啊，说这个一切法空性里头啊，没有这个作用，没有自性，马给巴没有生，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出来，因为什么呀？因为是空嘛，空就不能生任何东西。莽嘎巴呢，就是这个干啊，这个词啊，在那个我查了字典上是什么呢？阻滞，阻碍的阻，三点水一个带领的带，阻滞不通，阻滞不通，这是它的那个这个还到名词讲是门卫。阻滞不通，这个阻滞不通，我在这理解它就是什么呢？就是阻挡它。你比如说有一个东西生长出来了，它这个呢就是阻止它，就是不让它再生长。阻滞不通，就是说给它截住，就是有这个意思。它是跟前面那个配合的，说不生，所以呢它也没有这个阻拦，也没有那个给它截住，不生不灭。所以那个玄奘法师翻成不生不灭。当然这都不是梵文本文了，这是那个藏族跟那个印度的译师啊，这个也是藏族印度译师合作译的。他们就认为呢，用这个词儿，用这藏语里头用这个词儿合适，就是说它没有生长出来东西，它也没有这个阻滞，就是挡住这个生长，把这个生长给停止截住，也没有这个生长的消灭，也没有这个生长的中断，就这个意思。是障碍。他要把它给那个阻滞不通，就是给它就是截住，哎，破坏掉。对，阻滞不通嘛，就是他要给它截住，就是你比如说它有生长，到这不能再生长了，阻滞不通。人老了就属于阻滞。哎，对，就是你来理解它，反正就叫阻滞不通。哎，就是他把这个生长给它跟前边是配合的，他把生长给阻滞截住了，不通了，到这儿就是生长停止了，实际上就是灭。哎，对。不生不灭，咱们再来啊。扯妈没吧，
柴麻汤柴瓦没吧？柴麻汤柴瓦没吧？柴，光解释这个啊，这个柴一个是气味，这是它最基本含义。还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污秽、脏东西，排泄物，我们人体的排泄物不光是大小便啊。眼泪、鼻涕、口水、耳屎、眼屎，凡是从你这个七窍里头流出来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是排泄物。气味、污垢这是比较抽象的名词，污垢就是脏东西。再一个就是这个排泄物，你就可以记到污垢就行了。柴麻，这就是把它名词化，那个麻也跟那个巴娃作用是一样的，给它名词化。柴麻就还是这个气味什么这个污垢是这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取它那个污垢。说柴麻没吧，就是没有脏东西，就是说在这个空性里头啊没有脏东西，没有染污。实际上这个主要是指的我们众生的烦恼，这是这个精神就是抽象名词的这个意义了，就是众生的烦恼在那个空性里头啊没有众生烦恼。说那我现在有烦恼，那是什么呀？那是你的妄想。你本来没有烦恼，你非说我有烦恼，那就是仅仅是你认为你有烦恼。你认为你有烦恼，那没办法，你非说你有烦恼，实际上烦恼是没有的，是你的一个错觉，就是你一个感觉，就是你一个错误的感觉。你比如说有的人吧，见了什么东西非常害怕，见了什么东西就怕，恐惧症。那个东西根本没有必要恐惧，但是它就是恐惧。那对于他来说，那就是有恐惧吧，只能这么说了。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恐惧的。柴麻汤柴瓦没吧？柴麻汤柴瓦没吧？这个柴瓦呢是个动词，意思是什么呢？分离、分开。主要意思就是离开、分开，然后呢，断除、破坏掉、消灭掉，有这些意思。这个它既然是分离呢，它一定是两个东西，就是谁跟谁分离。所以呢，它一般两个东西啊，它前头要带个堂，就是带个和，它和谁分离？它和前边那个东西分离，它跟前边那个东西，前边就是柴麻。就是和这个污垢呢分离，和污垢离开，在这儿呢可以说就是断除污垢、清除污垢。说清除污垢也没有，在这个一切法空性的这个真实状态里头，就是佛证的这个空性里头啊，既没有污垢，既没有烦恼，也没有什么呢离开污垢，也没有清除污垢，也没有清除烦恼。说我们现在学佛法干什么呀？因为你有烦恼的妄想，所以佛在这儿给你做思想工作，实际上都是空对空。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呀，污垢就没有了，也就没有清除污垢的这个方法了，也就没有清除污垢这回事了。柴瓦没吧？柴瓦没吧？扛瓦没吧？扛瓦没吧？柴瓦，这个柴呢，咱们原来在拼音教材上学过，那时候学叫什么呀？叫写字的写，画画的画，是这个柴。在这个地方呢，又增加上它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减退、减少、衰弱、就是反正就是往那个下发展，往少的方向发展，往低的方向发展，减退、衰弱、败坏。现在就是取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减退。说柴瓦没吧，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空性里头啊，没有一个东西越来变得越小，越来变得越弱，越来越变得越少。扛瓦是什么呢？扛是塞满、充满，那个字典上就俩字，充满。就是你拿东西把这个东西，你比如说筐子，你把它装满，你把它填满，就是充满、填满。充满填满，这个就是说在空性里头呢，既没有一个东西衰退，
也没有一个东西呢说往里增加，往里这个装，最后达到圆满，也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些减少跟增加的这些变化。这一段就完了，就是总体来说就是什么呢？说一切法空的那个本身，空的那个本质，说空的自性，空的自体，空的本身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第一，参逆没吧，没有性相，就是没有自性，没有它自性的相貌，一切法都没有自性。第二个，没有生，所以也没有灭，没有污垢，也没有离垢，也没有这个就是清除污垢的这些变化，这些相，没有减也没有增。后边啊，这个核心一通，后边一路畅通了，咱们读一点吧，就读一点，可能不详细讲，咱们读一点啊。夏瑞普，提大卫呢？这个读法呢，咱们提大卫呢，然后后两个都读成那个就是清音就行了。是故或者说这个因此啊，东半尼拉苏美，东半尼拉苏美。观音给讲了这一通道理之后，把这个一切法的空性的样子呀给你描写了一通之后呢，他说因此呢，东巴尼拉就是在空性里头，在空的这个本身里头，在空的本质，空的自性里头，空的状态里头，也就是那个谁观音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空皆空那个状态里头，在那个状态里头呢，怎么样啊？俗没有色，里头没有颜色的。你看，这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啊，这是世界的真实面目。我们看到的都是虚妄相，都是这个假象。观音看到的是真相，那是圣者的无分别之正道的。正道什么呀？这个世界上没有颜色，这是真话，跟我们现在物理那个定义的是一样的。物理定义是颜色是我们视觉器官跟意识合作产生的一种主观印象，根本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说这个这么就是连世间法都供许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迷迷糊糊的还认为色是有了，色是没有的。搓挖没吧，赌谢美，我那个多读了一个啊，搓挖美，赌谢美，赌戒难美。他这个就是把那个受想行给三个给总结了一个，就是他们就是nam，把他们俗这个单独说，然后受想行呢这三个实质性的心所呢给弄了一个nam，就是他们都是没有的。nam巴谢巴梅，nam巴谢巴梅，这个nam巴是咱们说过是加强后边的动词，加强什么呢？加强谢巴，谢巴就是知道。南巴谢巴呢，这就是规定专用词了，就是识，就是为识的识，就是认识的识，就是8个识，每个众生不是有8个识吗？8个识的识，这是一个肯定是常用词了。这个南巴就是加强，加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识啊，它能够产生清醒的认识，就是能够分别，能够这个确定，能够选择。然后后边啊，这个到现在呢，等于观音把这个五蕴皆空又给重复了一遍。整个现在啊，分开讲，总体来讲都是在讲五蕴皆空，现在又把五蕴又给空了一遍。下边我看是下一次讲，下一次讲吧，咱们今天到这吧，因为今天这课时间长。再一个，今天这一课讲的这个道理重要，这个